大家好，我係香港理工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嘅導師 Jessie，今日同大家介紹翻我哋嚟緊挑戰賽團隊賽嘅一啲資料。咁我記得我哋嘅比賽日期將會係2026年1月17號，會喺理工大學嘅校園入邊進行嘅。咁我同大家講嘅一啲事項呢，係關於呢一個團隊賽嘅一啲事項嚟嘅。咁首先，介紹翻我哋呢一個活動嘅目的，其實就係想做到跨代共融嘅目的啦。所以咧，每一隊參賽嘅隊伍，你哋必須要係中小學生啦，配合一位長者一齊去玩呢一個嘅挑戰賽。咁而呢一個活動咧，期望可以向各位嘅中小學生啦，同埋長者咧，去提倡可以用玩樂嚟令到佢哋嘅腦部可以靈活啲啦，可以預防認知障礙症嘅。咁亦都係期望長者啦，同埋年青人咧，可以多啲合作啦，一齊去完成機械車呢個賽事。咁呢一啲咧就係過往我哋比賽嘅一啲相片啦。咁你會見到咧，其實咧長者同埋中小學生操控車仔咧，就會係我哋活動嘅一個目的嚟嘅。好，嚟緊咧，我哋咧嘅呢一個比賽啦，我哋叫做團隊賽，咁將會分別係有小學組啦，同埋中學組兩個年齡組別嘅。而呢兩個年齡組別咧，亦都分別有 Microbit 嘅組別同埋 LEGO 嘅組別。咁即係一共咧會有4個唔同嘅組別會進行賽事嘅。咁小學組咧，我哋咧無論係你係 Microbit 或者係 LEGO 嘅咧，我哋將會安排咗喺1月17號嘅早上會進行所有嘅賽事嘅。而中學組嘅，無論你係 Microbit 或者 LEGO 咧，將會喺1月17號嘅下午進行賽事嘅。咁個賽事大家咧就可以咧留意翻我哋大會網頁咧嗰度咧會有個賽程表啦，咁就會將每一隊參賽嘅隊伍咧會安排咗一個號碼嘅。咁而家喺熒光幕嗰度咧係一個樣本俾大家去睇下啦。咁大家可以查閱翻我哋大會嘅網頁嗰度會有最 update 嘅 information 嘅。好啦，咁我哋咧譬如呢一度咧就係 Microbit 小學組啦，咁你就可以揾翻你自己係邊一間小學嘅。咁我哋咧就大會已經咧幫大家咧已經抽籤，你屬於係邊一個組別啦。咁我哋咧先會喺同一個組別嗰度咧會打一個小組賽先嘅。咁所以咧你會見到，譬如呢一度咧就會係呢4間學校咧就會係同一個組別，咁佢哋會喺小組賽嗰度咧先進行比賽嘅。咁如此類推啦。咁Microbit 小學組咧，咁如果按呢一個表嚟睇咧，我哋就會分 A 至 H 組啦。咁你就有啲學校咧，其實你哋會多過一隊去參賽嘅。咁你哋就揾翻自己第一隊係邊一個組別，第二隊係邊一個組別咁樣。咁再拉落去咧，其實咧呢一個嘅賽程表下邊咧就會 show 到俾大家睇咧，喺小組賽嘅時候，唔同組別喺唔同時段嘅時候，你係對邊一個隊伍嘅？譬如呢一度咧，係鳳晴小學咧就會對油麻地天主教小學咧就會係10點30分嘅時候喺場地1，咁就會做第一輪嘅對賽啦咁樣。咁場地2咧就會係組別 B 嘅小組賽，譬如呢一度咧就係莊啟程小學嘅第一隊啦，就會對何日東小學嘅對賽咁樣嘅。咁另外大家要特別留意翻啦，因為咧我哋呢一個咧係一個氣球嘅遊戲，即係我哋唔同嘅組別會裝上唔同顏色嘅氣球去對賽嘅。咁大家咧會見到咧，如果你係屬於呢一格嘅粉紅色嘅，就代表咧你當即係呢一場嘅比賽咧係需要裝上紅色嘅氣球。而另外呢一邊啦，油麻地天主教小學嘅第一隊咧，你如果呢一度你見到係油咗藍色嘅，即係話咧你呢一場比賽係需要裝上藍色嘅氣球。咁如此類推啦。咁大家咧會見到咧個小組賽呢一度喺個賽程表嗰度會寫咗咧會係打幾多場啦，會去到幾多點咧就會完結呢一個嘅小組賽。咁就會係
每一個組別咁會係幾多名會晉級去一個乜嘢嘅賽事？咁譬如呢一個小學組嘅小組賽，Michael B 小學組嘅小組賽入邊咧，咁就會係呢32隊啦，會分8個組別 A 至到 H，8個組別會進行小組賽之後咧，會有一半嘅16組咧就可以以首名或者次名喺嗰個組別出線咧，就可以晉級去16強嘅賽事啦。咁你哋會見到係即係譬如組別 A 嘅第一名首名出線嘅，就會係留翻喺場地一啦。呢一個時段咧就會進行呢一個16強嘅賽事啦。咁而組別 A 嘅第二名咧就會喺場地4呢度係進行呢一個16強嘅賽事嘅。咁所以大家就可以咧上去大會嘅網頁嗰度啦，去睇翻你自己間學校係屬於邊一個組別，而乜嘢時間係進行比賽嘅，係啦。好啦，咁大家咧，1月17號當日咧，就記得留意翻賽程表上邊嘅比賽嘅時段啦，因為咧呢一個係好緊要嘅。我哋到時咧就會需要大家喺比賽前，即係頭先咧，如果 Michael B 小學組咧，你哋係10點半比賽，咁咧你哋需要1小時之前，即係9點30分就要嚟到香港理工大學嗰個場地登記處嗰度登記啦。咁大家要留意翻你自己係喺邊一個場地嗰度比賽。如果係 Michael B 賽事嘅，我哋就會喺香港理工大學嘅 Logo Square 嗰個地方嗰度進行比賽。如果你係 LEGO 組別嘅，你就會去到理工大學嘅 QR Podium 嗰度進行比賽。咁所有呢啲詳情呢，大家留意翻我哋理工大學會喺比賽之前呢，會 send 一個 email 俾你哋嘅教練啦、老師啦或者負責人呢，佢哋會收到呢一個 email 上邊呢，就會講你哋嘅登記處喺邊一個地方噶啦。咁你哋嚟到之後呢，我哋登記處呢就會安排呢。你大學生去同你哋做一個保姆嘅角色嘅，即係你哋嚟到咧就會有理工大學嘅同學仔咧就會帶住你哋全日咧去比賽，去唔同嘅場地比賽啦，或者帶你哋去唔同嘅地方去奔波啊，或者做唔同嘅嘢嘅。咁另外咧，如果你哋係之前要求我哋大會係安排聖公會嘅長者同你哋配對嘅話咧，咁我哋咧就會登記處嘅同事咧就會安排埋呢一個長者同大家配對嘅啦，就會組成一個組別。咁跟住落嚟咧，你哋咧配對咗理工大學嘅學生做保姆同埋長者之後咧，咁咧登記處咧就會俾你哋嚟緊比賽嘅氣球啦。另外仲有一張貼紙嘅，咁你會喺呢一幅圖上面見到咧，呢一張貼紙大家需要咧貼喺你哋參賽嘅所有人士嘅一個當眼位置嘅，因為到時你哋去到比賽場地去進行比賽嘅時候咧，我哋裁判需要檢查大家有冇去錯嘅有冇去錯場地嘅，咁所以咧，當登記處俾咗呢一張貼紙大家嘅時候，就麻煩大家貼喺當眼處啦。咁另外仲有一張檢車紙會俾每一隊參賽嘅隊伍啦。如果你間學校咧超過一隊參加嘅話咧，就每一隊都會有一張。咁譬如你嗰間學校係會有兩隊係出賽嘅話咧，我哋就會俾2張檢車紙大家。咁當大家攞到呢一啲氣球啦、貼紙啦同埋檢車紙之後咧，咁大家就要喺登記處附近嗰度咧會有一個檢車區嘅。咁嗰度檢車區咧就需要大家將你嗰3架將會係進行比賽嘅機械車，咁就要俾我哋嘅理工大學嘅同事咧去檢查你架車是否違規嘅。咁因為我哋咧架機械車咧係有一個指定嘅一個規格啦。咁大家可以咧上翻我哋嘅網站去睇翻咧嗰個機械車嘅規格，譬如零件唔可以超過幾多件啦，又或者摩打係只能夠用一啲乜嘢款式嘅摩打啦。咁另外就係LEGO 都係嘅。咁另外就係係啦，呢啲就我哋會逐樣去檢查大家有冇違規啦。另外就係個車身限制啦。咁你嘅車身喺登記啦，同埋開始之前咧，你必須要係
呢一個嘅長高闊呢一個嘅規格嘅。咁如果我哋發現你架車係唔合規格嘅時候咧，檢車區嘅同學仔咧就會要求你哋要收你架車之後去檢查車。如果係合規格嘅咧，佢先至會喺呢一張檢車紙嗰度上面簽名，你先至可以去比賽嘅。如果你張檢車紙上邊得唔到我哋檢車區嘅同事簽名嘅話咧，你嗰啲車咧係唔可以去比賽嘅。係啦，咁另外咧，大家特別留意啦，我哋檢車區嘅同事咧會特別留意大家 Microbit 組嘅車仔，你嘅氣球架嘅砌法有冇砌錯啦？因為如果大家唔清楚嘅話咧，你哋可以上翻大會嘅網站嗰度睇翻呢一個氣球架嘅規格係點樣嘅。咁另外個高度啦，記得係個氣球架平面呢一度咧，距離地面咧唔可以超過9cm 嘅。我哋理工大學檢車區嘅同學仔咧，就會用間尺去幫大家 check 一 check 嘅。如果發現你哋上呢一個嘅氣球架係呢個平面距離嘅地下係超過9cm 嘅話，我哋會要求你哋係整理翻好架車咧，佢哋先至會幫大家去簽你嘅檢車紙嘅。咁上年都發現咧，有啲同學有啲參賽嘅隊伍咧，佢哋係嗰個氣球架咧嘅方向係砌錯咗嘅。咁記得啦，個氣球架必須要咧，即係呢一個 L shape 咧，必須要係向住個車身嘅，係啦。好，咁咧，另外咧，係啦，咁檢查完車之後咧，我哋咧就會即係你哋咧就可以去檢車區嗰度咧，會 set 咗一啲嘅泵波嘅氣球機啦，俾大家去準備你哋嘅氣球嘅。咁而咧照顧大家嘅你大學生保姆咧，咁佢哋會有好大嘅紅白藍袋啦，咁大家泵完嗰啲氣球咧，就可以咧放喺嗰啲袋嗰度咧，俾佢哋 keep 住嘅，係啦。咁大家咧就要按住個賽程表嗰度，你係頭可能先泵咗頭兩三場比賽需要用嘅顏色嘅波啦，咁就裝好佢去比賽咁樣嘅。好啦，咁等我咧，去 remind 一下大家嗰個賽規先。咁我唔會逐樣逐樣同大家講嘅。咁我最主要咧就將一啲最重要嘅一啲即係經常喺參賽者嗰度會見到大家會忽略咗嘅一啲嘅賽規咧，再提一提大家。咁詳情咧，麻煩大家咧都要喺比賽之前喺大會嘅網站上邊再睇清楚嗰個賽規係啲乜嘢啦。好，呢個就係我哋到時嘅比賽場地啦。咁呢個比賽場地咧，大家咧會見到有黃色嘅感嘆號，黃色嘅感嘆號就會係大家比賽嘅時候放車仔嘅位置。咁大家特別要留意一下咧，車仔嘅方向就係左同右呢兩架車仔咧。記得我哋要按住感嘆號嘅方向，即係咧架車仔喺未開車之前。你需要係對住場地嘅中心呢一個位置嘅，咁即係左右兩邊呢架車咧，就要係打斜向住場地嘅中心，面向場地嘅中心，係啦，咁中間嗰個就係面向對方就 OK 啦。好啦，咁記得啦，即係每一隊咧，你哋係會派出3位嘅選手咧，係進行呢一個賽事啦。咁而呢3位選手咧，到時咧我哋場地嗰度咧會有3張凳俾佢哋坐低嚟進行比賽嘅，係啦。而中間嗰一位係必須要由長者去操控呢一架車嘅，係啦。中間嗰架必須係由長者去操控呢一架車，左右兩邊咧就會係由中小學生去控制呢一架車啦。咁係我頭先漏咗一樣嘢咧，就係我驚大家咧唔係好識得點樣去用氣球機去泵氣球或者上氣球嘅。咁請大家咧都可以喺1月17號比賽之前咧，大家上去大會嘅網站去睇翻嗰個示範嘅片段啦，又或者咧 click 翻
scan 翻呢一個 QR code，或者睇翻呢一即係用翻呢一個 link 睇翻個 YouTube 片。咁為免咧，因為到時咧太多參賽者咧喺度泵波咧，大家就唔係好識點樣泵嘅時候咧，咁就可能會造成混亂嘅。咁另外上年咧都有試過一個情況咧，就係有啲參賽者泵嘅氣球咧係唔合規格嘅，咁麻煩大家咧都即係唔合大細嘅，咁大家都睇翻呢一條示範片段。咁如果我哋發現咧比賽嘅時候，有參賽嘅車仔上邊嘅氣球係細過我哋嘅要求嘅話咧，我哋會即時去檢查，我哋會有個鐵圈嘅，即時會去檢查個大細啦，同埋有機會咧可能要求你哋再換嗰個氣球嘅。咁如果喺指定時間裏邊咧，即係我哋喺比賽，我哋可能只能夠等到大家5分鐘嘅時間就要準備到啲氣球。如果大家係唔能夠喺指定時間，可能可以補上唔合規格嘅氣球嘅話咧，我哋都會進行比賽嘅。咁所以大家要特別留意呢一樣嘢啦。好啦，同大家重溫一下咧重要嘅比賽規則啦。咁簡單嚟講咧，比賽就會係3分鐘啦，以3對3嘅機械車嚟做對戰嘅。咁頭先講過，中間嗰個就會係必須由長者操控啦。咁大家玩嘅方法咧，就係用機械車上邊嘅由我哋大會派發俾大家嘅大頭針去攻擊對方嘅氣球嘅。咁如果我哋會分學生操控嘅車仔啦，同埋長者操控嘅車仔。如果學生操控嘅車仔，3個氣球係全部被擊破，而時間亦都未完晒嘅時候咧，咁呢一架車咧會即刻裁判會即刻叫佢停駛。咁裁判咧亦都會即刻將呢一個學生操控嘅車冇晒氣球嘅車咧，會攞出場外嘅。咁但係長者操控嘅車咧，如果佢喺3分鐘之內3個氣球都俾人篤爆晒嘅話咧，佢仍然可以係進行呢一個比賽，直至到佢嗰隊嘅所有學生操控嘅機械車嘅氣球都俾人篤爆咧，咁我哋先至完嘅。係啦，咁如果喺3分鐘之內係冇篤爆晒對方嘅氣球，咁點咧？咁我哋就會以邊一方嘅剩翻嘅氣球量較多咧，就為之勝出咁樣。係啦，咁嗱，記得啦，所有嘅氣球同埋大頭針都會係由大會分配俾大家嘅。咁所以咧，大會咧係唔批准咧，參賽者係自己帶氣球或者大頭針咧嚟作為攻擊武器啦，又或者係即係愛嚟做即係你自己計分嘅氣球咁樣嘅。係啦。好啦，咁頭先講個比賽完結嘅時候，如果雙方架車上邊仲有氣球咧，我哋就會計氣球量較多嘅隊伍咧就為之勝出啦。咁如果雙方嘅氣球數量係相同嘅話咧，我哋就會進行即時死亡賽。即時死亡賽嘅意思咧就係喺3分鐘之後，如果你架車仔上邊仲有氣球嘅車咧，你就可以代表你嗰隊咧進行即時死亡賽。如果長者因為長者頭先講咧，佢3個氣球被篤爆之後咧，佢仍然可以喺呢3分鐘之內行駛嘅。咁但係咧，即時死亡賽咧就不包括長者噶啦，即係長者如果喺3分鐘之後，佢哋係冇晒氣球嘅，就唔可以玩即時死亡賽啦。有氣球嘅車仔先可以玩。咁呢個即時死亡賽咧，就會係有氣球嘅車仔就會放翻喺起點原來嘅位置，咁聽裁判嘅指示啦。咁佢開始之後咧，邊一邊最快篤爆對方嘅一個氣球就為之勝出啦。咁樣好啦，咁有啲嘢咧，亦都大家要特別留意翻嘅。咁我哋咧會即係裁判咧就會幫大家咧係將一啲嘅譬如佢而家學生操控嘅車仔
佢3個氣球俾人篤爆晒啦，咁裁判咧需要攞走呢一啲車出場外嘅，咁但係有機會咧，可能裁判拎走呢啲車嘅時候，有可能唔小心，就係呢一架車嘅針係篤到人哋嘅氣球，令到個氣球爆咗嘅話咧，咁呢啲情況係點咧？因為我哋咧唔可能喺比賽進行中咧，可以導致呢一啲嘅不小心導致對方嘅氣球爆咗嘅呢啲情況，我哋唔能夠即時可以補翻個氣球俾佢哋嘅。咁所以如果係一啲工作人員唔小心攞架車走嘅時候，篤爆咗場內嘅一啲參賽者嘅氣球啦，又或者呢架車仔嘅嗰個同學仔唔乖嘅，佢咧即係叫咗佢停啦，應該要等裁判咧執走佢架車，佢冇停，佢唔小心咧就篤咗敵方嘅嗰個車嘅氣球嘅話咧，令到人哋即係其實佢應該係死咗嘅，咁但係佢唔小心篤到敵方嘅氣球，敵方係無辜俾人哋篤爆咗個氣球，呢啲咧我哋咧只能夠喺裁判嘅計分紙嗰度加翻敵方嘅氣球數量，即係呢一個無辜被篤爆嘅氣球咧，會喺計分紙度補翻呢一個氣球嘅，但係我哋就唔可以即時實體咧補翻個氣球俾呢一架車啦。咁但係咧，如果呢個學生操控嘅車仔，佢應該俾裁判執走噶啦，佢冇晒氣球噶啦，佢唔小心篤爆咗自己隊友嘅氣球咧，我哋係不會補回氣球，亦都不會喺計分紙上邊補回呢一個氣球噶啦。咁所以咧，大家小心啦，建議大家咧，如果你架車仔係冇晒氣球嘅話，就唔好再喐你嘅遙控器，係啦，以免有任何誤會啦。好，另外啦，我哋咧會咧每一組會派發3張求救牌俾大家嘅。呢張求救牌咧，其實係可以成隊任何人喺嗰一場賽事3分鐘之內咧，佢可以隨便用呢3張嘅求救牌。好啦，咁3張用晒之後咧，你再想求救就冇噶啦，係啦。咁而如果3分鐘之內你係用唔晒個求救牌，而你又需要死亡賽嘅話咧，咁你剩翻嘅求救牌咧都可以喺死亡賽嗰度用嘅。好啦，求救牌有咩用咧？呢個求救牌咧，其實咧就要喺2個情況底下你可以用啦。一就係如果你嘅機械車有一個碌咗出場外，而你係行唔翻入嚟嘅。另外又或者咧，俾一啲嘢卡住5秒啦，譬如俾 LEGO 卡住5秒啦嘅話咧，我哋咧係可以准許你哋嗰一隊咧係高舉求救牌通知裁判嘅。咁咧每架車仔咧，我哋喺開始比賽之前咧會貼上一個貼紙，嗰架車仔上邊會有個號碼嘅。咁你哋高舉求救牌嘅時候，你需要同裁判讀出要救邊一個號碼嘅車仔。咁即係譬如123架車，123號碼嘅車係你哋嗰隊嘅車，你想救1號嘅車，咁你就高舉求救牌，等裁判見到你舉求救牌，你就叫佢救1號嘅車。咁裁判咧就會幫你。首先咧，佢會確認你架車係咪需要符合呢一個情況先，係咪一個車碌咗出場外，或者被卡住5秒？如果裁判認為你架車係合乎呢一個條件嘅話咧，佢就會收走你嘅求救牌，然後幫你救架車噶啦。咁萬一參賽者唔小心講錯咗你嘅車仔號碼嘅話咧，其實係1號車要救嘅，但係你讀錯咗2號車嘅話咧，咁裁判係會淨係處理2號車嘅。咁而佢發現2號車係唔需要救嘅話咧，佢都會收走你嘅求救牌，當你用咗一次噶啦。咁當你想救1號架車嘅時候，你需要用第2張求救牌先可以救你架車嘅。好啦，咁裁判咧就會按情況將你架車
放翻喺場內原來嘅位置啦，或者恰當嘅位置嘅，因為我哋盡量咧會將你架車放喺一啲唔會即時被敵方即刻篤爆你架車嘅位置嘅。咁記得只有3次機會啦，因為你只係有3個求救牌。咁除咗呢2個情況底下，你可以用呢一個求救牌之外咧，你如果長者個車係所有車轆都碌晒出去個場外嘅話咧，你都可以用求救牌去救翻長者架車嘅。但係如果係學生嘅車，係2個車轆都碌晒出場外嘅話咧，就不能夠用求救牌去救噶啦。係啦，咁記得啦，學生車一個車轆碌咗出場外，你就可以用求救牌救。如果學生操控嘅車2個車轆碌咗出場外咧，我哋就會當你棄權，咁我哋就會執走你架車噶啦。好啦，咁咧經常性會發生嘅一啲情況就係喺比賽進行入邊，你架車咧係無端端故障啦，零件鬆脱啦，或者咧甚至乎氣球咧漏氣啦，或者氣球係甩咗喺場地上邊啦，大頭針甩咗喺場地上邊啦，或者攻擊武器甩咗啦，呢啲情況底下咧，所有參賽者都不能夠走入場內去觸碰啦、維修啦、收拾啦，場內嘅嘢，呢個係不能夠嘅。咁所以咧，大家如果你係甩咗支大頭針啦、甩咗氣球啦，呢啲情況咧係我哋會當你即係要求你咧係會繼續進行呢一個比賽噶啦。咁而係啦，直至到比賽結束，咁直至到去死亡賽咧，你架車咧都係不能夠維修嘅。直至到呢一場比賽分出勝負為止啦，係啦，咁所以大家喺進行比賽之前，請大家咧好好咁樣檢查你嘅所有零件係咪安裝好啦，尤其是大頭針有冇黐實啦，同埋氣球咧有冇鬆脱，有冇漏氣呢一啲情況嘅，係啦。好啦，咁如果大家違規嘅時候咧，裁判係馬上會取消大家嘅資格，請大家咧就要留意啦。好啦，咁喺過程之中咧，請大家要特別留意，我哋要互相尊重對方嘅參賽者啦，自己嘅隊伍嘅隊友啦、長者啦，同埋裁判嘅。咁所以任何侮辱性啦、攻擊性嘅行為說話，我哋全部都不能夠接受嘅。如果被發現嘅話，裁判有最終嘅決定權，佢哋係可以係判嗰一隊嘅是但一個參賽者即刻停賽1分鐘。咁嗰位參賽者需要放低手掣，就算唔係你做出呢一啲侮辱性嘅說話，可能係你後邊嘅一啲隊友啦，或者你嘅即係其他嘅隊友係做出呢一啲嘅侮辱性嘅行為咧，我哋都可以去懲罰你哋參緊賽嘅一啲嘅參賽者放低手掣1分鐘嘅。咁而放低手掣呢1分鐘咧，佢架車就將會喺場內咧俾其他人去攻擊佢嘅氣球噶啦。如嚴重嘅屢勸不改嘅，我哋會即時取消大家嘅資格啦。好啦，咁大家咧記得咧指定時間去場地啦。咁上年咧有啲參賽者咧係差唔多開始比賽嘅時候先至嚟到場地咧，趕唔切泵氣球啊或者檢查車咧，呢啲我哋係會取消大家嘅資格，或者咧嗰一場比賽咧佢係出唔到噶啦，係啦。咁如果到比賽開始嘅時候，你架車仔都仲未符合大會嘅資格，仲未得到檢車員嘅簽名嘅話咧，我哋都唔會俾大家去進行比賽嘅。咁所以咧，點解叫大家咧提早1小時咧嚟到比賽場地，以免大家咧有任何不符合大會規格嘅嘢，你可以有時間去再準備嘅。咁另外咧，賽事入邊咧，我哋係不設大會攝影。去幫大家錄影所有賽事嘅個進行嘅情況嘅。咁所以如果大家係懷疑裁判嘅判決有冇問題嘅話咧，大家可以自行錄影，但係你錄影嘅時候不能夠阻礙到我哋嘅裁判去個視野嘅，
因為裁判一定要睇得好清楚成個賽事嘅進行啦，每一架車仔嘅進行啦。咁所以咧，大家錄影嘅時候只能夠喺裁判旁邊咧係進行錄影，唔可以阻擋到裁判嘅視線嘅。好，咁如果大家對裁判嘅判決係有任何不滿，想上訴嘅話，必須要喺嗰場比賽進行之後，喺下一場比賽進行之前，你哋必須要向裁判提出你不滿嘅地方啦，亦都要拿出證據咧去證明咧你嘅懷疑係合理嘅。咁如果你係過咗呢一場比賽，下一場比賽已經進行咗啦，咁你係唔可以預時去提出呢一個上訴，我哋係不會受理嘅。咁所以如果你有懷疑、有唔肯定嘅時候，嗰一場比賽之後，你需要立即向工作人員去提出嘅。咁如果發現裁判啊發現咧佢嘅判決咧係真係有值得懷疑嘅話咧，我哋會派第三者啦，另外一個裁判咧去做一個判斷啦。咁每個場地咧都會有額外嘅一啲裁判咧係會處理呢啲事情嘅。咁所以你哋咧可以向佢哋提出啦。咁就我哋睇完大家提供嘅一啲證據啦，同埋你哋所錄影嘅片段之後咧，就會判決是否需要即時重賽。如果有需要即時重賽嘅話咧，我哋有需要咧，就係要大家重新去安裝過嗰個顏色嘅氣球啦，再重新作賽嘅。而啱啱判錯咗嗰場賽事嘅結果咧，將不會受理噶啦。好啦。係啦，咁另外咧，都有機會咧，大家會違規嘅，就係長者操控嗰架車咧嘅遙控器，必須喺比賽過程全程都係由長者去操控嘅。萬一我哋發現有非長者嘅隊員去控制呢一個長者嗰架車嘅話咧，係屬於嚴重嘅違規行為。我哋係因為你冇遵守到我哋跨代共融呢一個守則，咁所以裁判必定會立即取消你呢一個嘅資格噶啦。咁或者咧嗰一場咧即刻會判你哋輸嘅。咁所以咧大家千祈唔好冒犯呢一條條例啦。好啦，今年咧，我哋參加比賽嘅隊伍咧係非常之多嘅，大家可以上翻去我哋大會網站啦，睇翻賽程表咧，你就會知道咧Microbit 嘅唔同組別啦，或者 LEGO 嘅唔同組別咧參賽人數有幾多噶啦。咁而我哋按住個參賽人數啦，同埋晉級嘅情況咧，已經釐定咗咧每一個獎項嘅名次嘅。咁大家可以睇翻咧，冠亞季軍一定係會有一名啦。咁另外咧，優異獎咧嗰個嘅名即係有幾多名咧？呢一度咧我哋有 update 到噶啦。咁另外最佳機械車同埋最佳遙控器嘅設計大獎咧，亦都係會各個組別都會有一名嘅。咁大家記得啦，有興趣嘅話咧，大家咧就可以提前咧去設計你架機械車啦，或者遙控器嘅。咁今年我哋嘅遙控器咧係唔一定要有特別嘅設計嘅。如果你想用翻就咁譬如 Microbit 咧，你哋就咁用翻 Microbit 去進行比賽嘅話咧，呢個都係冇問題嘅。咁而如果你哋會花一啲心思去設計呢個遙控器啊，decorate 得靚靚地啊，咁我哋係歡迎大家去參加呢一個比賽嘅。咁而呢一個比賽咧，最佳機械車嘅設計大獎啦，同埋最佳遙控器設計大獎咧，就特別留意呢一個日期啦。咁你哋咧需要咧幫你架車仔影相啦，同埋幫遙控器咧係影相。嚟喺2026年1月12號就要喺我哋網上邊遞交嘅。咁到時咧，我哋咧大會會再提醒大家噶啦。咁所以咧，大家如果有興趣去參加呢啲大獎嘅話咧，咁大家咧就必須要喺1月12號之前咧就設計好晒你架車同埋遙控器。咁到時咧幫佢哋影幾張靚相咧就交俾我哋。咁我哋咧將會咧都會喺1月17號喺理工大學嘅嗰個比賽完咗嗰個組別
完咗之後咧，我哋就會直接頒發埋呢一啲獎項嘅，係啦。咁當日咧，小學組嘅，無論你係 Microbit 或者 LEGO 組嘅，我哋咧嘅頒獎禮咧就會係上午完成晒賽事啦。咁應該會係中午大概12點幾1點嘅時候咧，我哋就會頒埋獎啦。咁而中學組咧係下午進行賽事嘅，咁而呢兩個獎咧都會係中午完成晒所有賽事嘅時候咧，就會頒埋呢一個獎噶啦。係啦，咁如果大家咧對於我哋挑戰賽嘅團隊賽有任何問題嘅時候咧，歡迎大家咧再聯絡我哋大會嘅工作人員啦，咁可以 send 翻 email 俾我哋啦，或者打嚟問我哋都得嘅。再一次咧，代表香港理工大學咧，多謝大家去參加我哋第6屆生物醫學工程創意競賽之愛創奇樂嘅挑戰賽團隊賽。